第二个消息来关心的是，这高雄的凤山坑呢，有民众昨暗时看到一个查甫人，伊骑奥多摆载几落卡布袋，拢淡淡落去溪仔内，而且听讲这布袋呢，敢若阁会震动，警消人员是去现场赶紧甲好好起来，结果发现讲这内底呢，拢是见着废弃物，也阁有输液度。目前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已经获人依法上班。他停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初二暗时10点多，姓陈的查甫人骑奥多摆载几落卡布袋，伫高雄凤山的国泰桥遮驶来驶去，当到无人注意，就停车甲布袋弹落去凤山溪，规过程拢过附近钓鱼的民众翕落来。民众讲查甫人的行为鬼鬼祟祟，尤其布袋内底唔知影底啥，应该会出大代志，赶紧报案。警方随会动消防人员来护。他来第2次过后，我们才报警。啊，所以他是分了3次丢。他第1次来的时候没有丢，然后第2次、第3次才有丢。现场寻获7支芝麻布袋，确认内容物均为营建废弃物及石棉瓦等物品。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，查缉行为人陈姓男子到案说明。警消人员拢总找到2卡布袋，经过确认，内底拢是见到废弃物甲输液度。警方透暝抓到乱抌物件查甫人，伊讲这拢是厝内装潢卡落来的，因为唔知要等去倒才会安尼做。环保局表示，输液度是有毒的废弃物，清运处理拢有相关规定。若是乌白蛋相关会当罚1000万，同时依上法办。石棉瓦属有害事业废弃物，破损易产生非散性细纤维，吸入肺部不易排出。清理时需充分湿润及双层包装，可大幅降低危害风险。民众若有清理需求，可向环保局提出申请，将由专人辅导协助办理。原底就是社会案件，加在证实是乱弹废弃物，姓陈的查甫人妨按照废清法裁罚。不离个环保局强调，建筑废弃物甲输液度拢袂使乌白蛋，民众千万唔通省思属性，最后煞来食罚单。记者郭家祖、顾朝阳高雄场报道。